今時今日，好多人咧都想潮啲，想 in 啲，而商業社會咧為咗吸引人流，製造更加多嘅商機咧，會將一啲本來好醜惡嘅嘢，例如死亡啊、鬼怪呢一啲嘢咧，打造成為潮流嘅喎。最近喺社交網站同埋手機上面都流傳緊一個訊息，就係呼籲大家拒絕玩鬼呢一個風氣。究竟呢個風氣帶俾我哋有咩影響呢？近年1到10月，喺街頭就會出現一啲萬聖節嘅佈置同商業活動，以靈界接觸嘅活動營造一個潮流文化。以前咧就好奇怪喎，即係就算乎佢哋有一個嘅萬聖節一個嘅活動，去到主題公園即係玩啫，第三者咁樣睇入去玩。但係而家我發覺咧，越玩咧就冇嘢玩啦，越玩到好刺激，就咧甚至乎係扮鬼扮馬。甚至乎咧係有冥婚喎，即係話同男嘅女嘅鬼有一個嘅定一個嘅婚約婚盟喎。嗱，呢一樣嘢係幾令人震驚嘅。冥婚又稱陰婚、鬼婚、靈婚，即係為已死嘅男女或者活人同死人進行婚禮。唔單止冥婚，今年亦有主題公園將鬼上身包裝成為潮玩活動。有人覺得只係噱頭，玩下做咩咁認真？點解要將信仰價值觀加喺別人身上？但其實作為基督徒要認清問題，好似鬼上身本身就意味住容許靈體控制自己嘅身體。曾經有驅鬼經驗嘅黎振滿牧師 Sam 叔提醒大家唔好以為萬聖節扮鬼怪只不過係去玩，冇咩所謂，其實會不知不覺間影響到自己。其實玩咧就係一個角色扮演啊嘛。係咪？你扮演緊嗰個巫婆啦，扮演緊嗰個女鬼啊、骷髏骨頭啊。當你整個人嘅思想心智投入咗嗰個角色扮演裏邊，即係話咧，你慢慢諗嘢嘅方法、思想嘅模式、身體語言嘅表達，其實咧就係扮演緊嗰個角色喎。咁即係話你同佢喺個扮嘅過程咧，係同邪靈或者啲鬼魔咧係有接觸嘅喎。所以嗰個嘅後遺症係好大。Sam 叔仲提到，扮演鬼怪引嚟嘅驚恐可能潛藏喺心裏面，唔知幾時會浮現，同毒品一樣，一次都唔掂得，唔玩得。初期都係朋輩或者啲朋友一齊去玩，以為咁樣係刺激啦。咁但係其實玩下玩大咗，咁咧就玩過咗界線啦。咁變咗咧，即係心靈裏邊敞開道門，容讓邪靈或者啲鬼魔咧係內住喺佢嘅生命，影響緊佢嘅思想啦、情緒啦、意志，甚至乎身體嘅。聖經亦有好多處指出唔好同靈界接觸，其中利未記19章31節講到：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，不可求問他們，以致被他們玷污了。新約聖經嘅裏邊咧，哥林多前書第10章21、22節咧，都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咧，不可與鬼魔交往相交。除咗唔扮鬼、唔參與萬聖節嘅活動之外，基督徒其實仲可以起嚟，俾人認識呢種活動嘅危險性。基督徒高浩正就發送網絡同手機信息，建議停止鼓吹冥婚同鬼上身，鼓勵人唔好接觸呢啲行為。而 Leo 詹志文喺社交網站貼文，表明反對慶祝 Halloween， 正因為基督徒會為唔相信嘅事劃清界線。鬼呢樣嘢咧，喺我哋嗰個年代咧係避之則吉噶嘛，唔會有呢種咁嘅聯繫接觸噶。但係可能即係呢個係商業嘅噱頭咧，係令到呢個黑色文化咧係慢慢係滲染咗喺我哋嘅各階層嘅裏邊。而家萬聖節咧就喺好多商場啊，喺各社會各階層咧，好早已經做好多 promotion 㗎啦。展銷啊咁樣嘅，所以我鼓勵即係弟兄姊妹，即係喺一個禱告嘅狀態下邊。聖經話我哋要警醒禱告啊，免得入了迷惑啊嘛。我哋入咗迷惑，因為冇警醒禱告啫。所以我哋多禱告就有多能力，多禱告我哋就能夠更加能夠抗衡緊呢個文化，甚至乎喺禱告裏邊，我哋能夠跨勝一切呢啲嘅試探，甚至乎係引誘咯。我哋一齊向潮玩 Halloween 說不。
如果你想重溫今集嘅內容，歡迎你登入愛地球觀察站嘅網頁，亦都可以 send email 或者打嚟我哋嘅熱線電話同我哋提供資料㗎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再見。